和价值。然后就是代表就是我站一站，然后积木 B 和积木 F 将它们拼成 B 的部分对齐起来，于什么形状呢？是 A、B 中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两个。我是 B， 也不是 D， 是 C。好，来给镜头看一下，抬高一下，跟 C 有一样吗？拜拜。好，再见喽。拜拜。